神在这里，设立宝座，在荣耀的敬拜里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深深敬拜你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前来献上最深的敬拜。这是圣洁之地，神在这里，设立宝座，在荣耀的敬拜里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匍匐在你宝座前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在你大能荣耀光中，我与众天使匍匐，深深敬拜你。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，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高举双手敬拜你主。我全心来敬拜你主，全心敬拜，高举双手敬
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。多少次奇妙的恩典，临到平凡不配的我，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。我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失恋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静静地思想这一生走过的路，心中充满了无尽的感谢。多少次奇妙的恩典，临到平凡不配的我，一幕一幕浮现在眼前。这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失恋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我虽不能靠主就能胜过软弱，胜过失恋，信心的根越扎越深，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心靠越久越觉甘甜。咱做伙来敬拜。地稳定真正大，日日地因带，无论风雨也平静，伊拢会作伴。咱着算少年的阮，日日也有存，无在的艰难变正欢喜，烦恼变放弃。为着甲伊带，无人阮的拢无散，开咱的心怀。
我
疫情的中间，咱常常发出惊吓、紧张、看路的祈祷。愿咱开始用学乐、用感谢来迎接上帝所要赏赐咱伫头前有备的平安。咱来感谢咱的主。主耶稣，阮感谢你，你是以马内利的主，你赏赐阮平安。我的主，我感谢你，当日陪伴伫我身边，比上是一年安慰。我的主，你拢看见，你的听。亲爱的圣神，我们学习用学乐、用祈祷来赶走阮心中惊吓、受搅扰迄个歹。阮已经真侪时间伫惊吓中间，咧恳求平安，来度过武汉肺炎即种的冲击。忽然，阮才感觉，阮应该用较济祈祷，用较济学乐，
来安静阮内底的心神。搁我的主耶稣，恳求你伫今仔日永暗，将你搁我的圣神赏赐予每一个阮的兄弟姊妹。伫今仔日永暗的学老，伫今仔日永暗的时光，伫阮所发出的祈祷，主愿一切荣耀归伫你的圣名。主，你互阮无搁再做流目屎吐气的基督徒，互阮常常用学老来赢过迄个骄傲的歹。高举你的圣名，互你掌权，互阮的生命得胜。主，愿伫你面前恳求主你，甲每一个愿伫网络中间三结吟诗祈祷敬拜的兄弟姊妹，主除去所有的黑暗的关系，互阮的心通见证上帝你的恩慈甲平安，因为你是阮的牧者。愿伫你面前同心祈祷，恳求你掌权，你做阮的主。咱同齐用诗篇来做咱的祈祷，甲咱的信仰告别。耶和华是我的牧者，我无欠缺。伊互我倒伫青翠的草坡，带我伫安静的水边。伊互我的灵魂静养，为着伊的名，带我行义的路。我虽然行过死荫的山谷，也毋惊灾害，因为你甲我伫地，你的推、你的管安慰我。伫我对敌的面前，你甲我摆设筵席，灵油抹我的头壳，我的杯满出来。恩典甲慈悲的确对我到一世人，我要永远徛起伫耶和华的厝。阿免。咱用主唱出咱心神的诗歌，这是迷信。咱拢要徛伫主是阮宝座前来挖靠伊。愿咱的心向上帝学老，这是咱的诗歌，也是咱的祈祷。落主我心，乐意相尊名。落主我心，伊带我入光明。主我心，乐意相尊名。主我心，伊带我入光明。主我心，乐意相尊名。主我心，伊带我入光明。主我心。
带咱进入光明。专心来学乐伊，来学乐你，求你感动我，天父，阿爸天父，我亲吻你，求你感恩，用咱一生来学乐伊。专心活了你。用咱一生来仰望上帝，天父，阮要用专心来仰望你。无论顺境逆境，阮拢要专心仰望你。阿爸天父，我真爱你，我感谢你，用我专心来仰望你，心来仰望你，求你感动我。天父，我亲吻你，求你感恩，用我一生来仰望你，来仰望你，专心仰望你。天父，阿爸天父，我真爱你。我感谢你，用我一生来倚靠你，来倚靠你，
我亲阮你，求你降临，用我一生来我靠你，专心我靠你。感谢伊，我要专心来感谢你。我真爱你，我感谢你，用我专心来感谢你，用我心来感谢你，求你感动我。来感谢你，生来感谢你，专心感谢你。咱安静，伫暗暝来临的时，咱恳求主用伊的光，照伫咱的家庭的内底。伫一日工作休困的时，咱来亲近咱的上帝，咱来向咱的上帝讲起咱今仔日所拄到的遭遇，或者欢喜，或者艰苦，咱来甲咱的主讲，伊是咱的天父，伊要听伊的囝儿内心的话，所听也这，咱将咱的心事，将咱的心事来讲予咱的天父上帝知。主你的光照伫我的心内，予我心上也知你主听阮祈祷，主听我切切的恳求，主阮将阮的心神来交托你，主求你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听人祈祷的上帝，听人祈祷的上帝，你的囝儿查某囝跪倒伫你的面前，将阮的心向你拍开，主求你听阮的恳求。阮的心
得到平静，祝福阮的心得到休困，祝福阮轻松，今仔永暗平安好困。主保守阮中间有人身躯欠安的，主安静阮中间有人有焦虑、恐惧、烦恼、重担。主耶稣，你的神来保守因。以马内利的主耶稣，请你来。以马内利的主耶稣，恳求你进入每一个我的姊妹、我的兄弟，因的内心。主，你放手伫因的心头。主，你放手伫因的心头，主，你抱伊伫你的行程，主，恳求你抱阮伫你的行程，主，恳求你将你的疼、平安、教育的恩惠，放伫阮欠缺的心。主，你赏赐，主，你祝福，主，你加添你的疼，互阮的心无搁再惊吓。主，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的恳求。主，听阮祈祷，主，听阮祈祷，听阮恳求的声。主，听阮祈祷，主，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。主，听阮祈祷，主，听阮祈祷，听。主，听阮祈祷，主，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我求。主，听我祈祷，主，听阮祈祷，听。听阮祈祷，主，听阮祈祷，恳求你听阮
的声。咱来为咱的家庭祈祷，咱通为咱的亲人祈祷，咱举起咱的手，伫主的面前来祝福咱的亲人，或者你的朋友，咱通举起咱的手，为因来做祝福。所以伫你的面前，特别要恳求主你保守，按照所，互伊伫手术会恢复，会当得到上帝你的怜悯保守，互伊的空喙，互伊手术了后，主你的恩典真侪伊的帮助，主你互伊稳上加稳，力上加力的开力，主你互伊会当得到上帝你超过医生来的祝福。我们伫你的面前，奉你的性命来恳求。主，你手术伊完全的医治，互伊完全的健康。主啊，恳求你听阮的恳求。主啊，嘛为着阮教会中间若有人，因的心内有焦虑、有忧郁，我们奉你的性命恳求主，你怜悯帮助因。主啊，你是阮这个大家庭的主，阮一人若艰苦，阮要全体大家为因来做祈祷。愿天父上帝你的圣神来帮助，伫阮的教会中间每一个受带祷的人，主啊，你对天灵的大大施恩赐福，因为你讲，既然有两三人做伙祈祷，你就踮伫阮的中间。至圣的天父上帝，愿你互这间教会的祈祷，通真侪大有扩大的祈祷。愿天父上帝你，互阮伫祈祷的中间，阮会当同齐享受上帝你所赏赐阮，你以马内利的帮助。也即咱同齐用主教咱的祈祷来做咱的祈祷。阮伫天灵的父，愿你的名圣，你的国临到，你的旨意伫成，伫地灵亲像伫天灵。阮的日息今仔日互阮，赦免阮的辜负，亲像阮也赦免辜负阮的人。无你互阮入伫试，就叫阮脱离咧歹，因为国、权能、荣光拢是你所有。到代代无尽，阿门。所听兄弟姊妹、兄姐，主的平安甲恁三甲伫地，也所听恁，咱默祷必会。